隨我到處去奔走，面上沒有表情，卻會這成就。自己一聲拜拜，遠去這都市，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。照賣流花，處處有燈位，但是旺角可能要換名字。朋友面前又有線，人事批准馬匹一週跑2天，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。若做大國公民，只需身有錢，自己一聲拜拜，遠去這都市，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。冷暖氣候同樣影響這都市，但是換季可能靠第二人士。路線可能要問何事？